Hello，大家好，歡迎嚟到維港新星，我係主持人鍾潔瑩。喺2025年8月份喺香港舉辦咗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80週年嘅大人巡迴展覽。80年前嗰場偉大嘅抗戰歷史咧，正在通過一幅幅老相片、一封封家書同埋一段段口述史，同我哋新一代嘅香港青年相遇。今次咧唔單止係一場歷史嘅回顧，更加係一堂生動嘅愛國主義教育課。今次嘅巡展咧會持續到12月底。本次嘅巡展咧係分為咗4大主題區，為我哋嘅觀眾鋪展出非常之詳細嘅抗戰畫卷。為進一步凝聚我哋香港青年嘅家國情懷咧，主展嘅精華內容會喺全港嘅18區同埋部分嘅大中小學展出。同時咧都會陸續行入多個社區，令我哋嘅市民喺日常中都可以近距離咁樣接觸到歷史嘅氣氛，進一步去傳承我哋嘅愛國主義精神。1941年，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隱藏喺皇后大道中嘅太平巷2樓。東江中隊港九大隊係香港本地抗日武裝奮鬥至日本投降嘅英雄，佢哋營救愛國人士，破壞日軍設施，同盟軍合作搜集情報。我哋嘅市民感慨到，之前只係對抗戰嘅歷史時間線有咗大致嘅認知，今次咧終於有機會可以詳細去了解東江中隊港九大隊嘅英雄事蹟。以前覺得抗戰係非常之遙遠嘅事情，而家先知道，原來香港嘅街道同埋建築早就已經見證過我哋英雄嘅足跡。喺日本投降儀嘅打卡點可以重溫大公報嘅頭版，喺抗戰家書放映室聽住爹娘而唔孝，但國難當前必須向前嘅文字感慨萬分。呢個令生於盛世和平時代嘅香港青少年軍講解員嘅眼神中多咗份超越佢哋年齡嘅沉思。佢哋分享到呢個係佢哋第一次咁詳細了解到抗戰歷史，佢哋想將呢個感受分享俾身邊更加多嘅人，等更加多嘅人可以了解到呢段歷史，同埋知道呢段歷史嘅重要性，等佢哋更加好可以珍惜今日來之不易嘅和平。今年10月，香港明匯智庫組織咗香港青年到位於北京盧溝橋宛平城內嘅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進行參觀學習。呢個咧係全國唯一全面反映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歷史嘅綜合性紀念館。佢展示咗從1931年嘅9·18事變至1945年抗戰勝利呢14年之間珍貴嘅歷史。今次嘅行程咧，唔單止係一場沉浸式嘅現場歷史學習，更加係以抗戰精神為核心，厚植香港青年嘅家國情懷，鍛鍊佢哋嘅責任擔當，而喺佢哋未來成長嘅路上，可以吸取到從歷史中嘅奮進力量。80年過去，戰爭嘅硝煙已經散去，但係我哋應該記住，國家嘅富強係和平嘅基石，民族嘅團結係抗爭嘅火種。而家我哋企喺新嘅歷史起點，應該銘記歷史，珍愛和平，腳踏實地，方可以回應嗰句呢個盛世如你所願。今期嘅維港新星就嚟到尾聲啦，我哋下期再見，拜拜。